好，欢迎收看全民大会。今日底下系到云林嘅议论乡，早晚嘅客家种头，看到底下每栋屋全部掘起来了哦。农民拿了嘅屋棍全部系炸到一捆一捆并到天丘河。因为最近近年来，了嘅空气污染渐来渐严重，农民呢又拿了条屋棍并到天丘河来扫，所以政府了下系规定讲，农民挑过呢有了嘅习惯，系拿了嘅屋棍系扫起来。不过了下因为空气品质嘅考量，做唔得过扫了哦，系讲。高扫屋棍却匮乏的，全民大会基本系来到的云林、潮州、体育县等等嘅农民，佢哋有咧表达反意。透过呢個老主講，因產業都係按用掃屋棍嘅，不過到哋呢下嘅現代社會，因較少利用屋棍嘅，要做唔得掃嘅時節，嘅按多嘅屋棍到底會變到哪位去？今日全民大會也特別邀請到各界農業相關單位，還有農鬼廠嘅博士專家，佢喺度討論。台灣一年呢，平均會有200萬公噸按大量嘅屋棍到底會我嘅處理，就唔會毀壞到呢個環境，當然對農民也唔會產生壓力。呢啲全民大會眼皮都會去到快講嘅現場，聽你大家聽下去。大家你下到呢度可以講嘅現場，到了解早晚黑天氣哦，了解烏湯看到係東灣景、東春塘，了解羅浮風哦，到安不西條，潮到大家都可以講真緊動有梅頭。行下呢度了解農種，大家叫關心嘅，就係呢個農業之外呢，呢種烏會產生當到嘅烏棍，你下已經變做咧環境嘅議題，嘅農民會用嘅處理，呢個社會會用嘅群體，提前為大家對少嘅裏邊。介紹來賓，第一位來賓，呢首嘅係農糧署種氣分署嘅副分署長林美花。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你，請坐。第二位來賓，呢首嘅係呢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嘅了解副處長陳品芳。大家好。歡迎。第三位來賓介紹是雲林縣政府環保局的秘書沈淑媛。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第四位來賓介紹是台南區農改場的技佐，也是研究員毛仁杰。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今日來到二崙鄉，二崙鄉是我們西螺7坎，其中有4坎就在我們的二崙，而且是诏安的客家重鎮。今日來到倆，其中大家共下來討論，就係倆係每棟屋已經掘好咧，嗬，倆個。掃屋棍嘅問題，挑過唔係問題。剛才那個老主講，其實在過去很多這個把燒稻草當作是來年這個水稻要插秧播種的一個序曲。不過到現在，因為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現在不可以再燒。我們透過電視來放一些之前的資料畫面，我們來看到，也許在中南部這個主要稻作產區，到了這個收割季節之後。它整片連綿的這個稻田區，你看這個火點處處啊，就是要來處理這些已經割完稻剩下來的這些植株，也就是我們講的稻草，燒是最快，而且農民還有一些傳統觀念，覺得這個稻草燒了呢，它其實是可以肥分呐，哈。如果把稻草燒成灰以後，再把它跟這個土入田，它就會是我們的狀元田呐，是對來年的種作是很好。可是鄉親朋友看到這些資料畫面，就會知道說，其實這個隨着燒稻草而燃起來的煙，常常就在這個省道公路的兩旁，或者是在這個農業區。那這個燃東東啊，到底對環境會重新乜嘅影響？用辦公政府你下講做唔得少，你先透過下背嘅像新聞樣片，整個準備繼續談，你提前嘅農民係用啊講嘅。天空如火和重污煙，透過廣播機嘅鏡頭，將意見傳播口土朴知識以等農體，引導農民小無管。除了要求農民大火，還有可能就空氣污染風氣氛發切莫遷移。制高點的一個觀測點的一個
查查，还有我们的 UAV， 还有那个火点的监控卫星来看的话，我们今年透过制高点已经告发了32件，然后如果加上 UAV 火点监控卫星来看的话，一共开了35件，跟去年同期相较多增加了28%，将近30%。消防官的污染造成空气污染，未动到视线，但是对部分农民来讲，煞是无奈何的风险。今早烧落有肥呢，搁一寡杂草嘛是起真好啊，差足济呢。因讲有咧甲恁斗相共回收遐稻草，敢有？有啦，有都无全面啦。农民无奈何用烧来处理老到些社区未系清洁的方式，但是烧会造成空气污染，佫有可能会拿到罚单，做下系两难。这个到底该不该烧稻草，可能是一个议题。云嘉南这个地区，这个主要稻作区的这个平原，其实这种烧稻草到目前为止还是蛮常见的。住在这里的居民民众，你们看到烧稻草是什么感觉？然后在生活中有没有受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影响？我们先请代替的居民来发声，来讲讲看他们的实际状况，好不好？我们先请那位穿蓝色上衣的大哥。因为这烧这稻草吼，这个花粉吼，真正啦讲咱对路过啦吼，迄个造成咱的车，咱看对面看无吼，危险的问题啦。请坐。那不晓得这种烧稻草产生的烟雾会有味道吗？那位小姐要发言。烧稻草哈，那个味道很重，而且会影响我们的支气管，它那个空气品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闻到。如果你刚好过去的时候，人家在烧稻草，你又会觉得哦，我的呼吸非常不顺畅，所以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喉咙这个地方好像卡卡的，所以对我们的呼吸道、人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确实不好闻哈。那但是烧是1-2个小时就会停，还是说到半天这样子？哦，要半天的时间，尤其像这样闷烧的时候，那时间会拖得更长。而且那个范围是不是只有这个村或那个里，其实都会闻得到，都受到影响？对，它因为飘得很远。而且会影响，我觉得烧的人会对烧的本身也不好，常常听说有人昏倒在田里面。谢谢。可能过去古老传统是我们祖先在这个稻子收割之后会来烧稻草，这是过去的稻草处理法。可到现代来讲的话，不管是它的量啊，或者整个我们居住的环境条件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对烧稻草农民，对住在周边的环境的社区民众，可能都是负面影响。我们来关心一个数据哦，针对稻草到底现在在云林地区烧的严重吗？有的农民说有还在烧，有的说是烧比较少了。其实照环保局统计的资料，现在烧稻草查到的哦，他们会去做追查、巡查、探访到，在云林区总共有120件。好，那加上其他烧一些其他废物材啊，或者是植物等等等，加起来将近要200件啊，所以在今年仍然有将近200件这种在露天焚烧稻草。那跟去年来比的话呢，以稻草为大宗的这种农业废弃物有300多件，所以是看到有略下降，所以民众的感觉可能也对的感觉说今年没有烧的往年那么重。不过知道一旦它开始烧，就对环境造成负担。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政府已经说哦不能烧喽，都在积极的宣导说烧就要开罚。我们看到这几张资料，今天我们环保局第一线的稽查人员，我们的空照科科长来到现场，这是廖科长。科长你好，请问这个是？首先，这就是我们实际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接获到这个报案说哪边有在露天燃烧，或者是平时我们在空气品质不良的季节，其实我们会主动出去巡查。主要是我们发现有这个在燃烧之中的话，我们都会主动去帮它扑灭。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话，我就会先立即的扑灭，以减少它对环境造成这个空气品质的一个影响。是我们常常在农路两旁就在烧这些废弃物，或者在田埂里面就直接烧起来这种稻草在焚烧的状况。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是这个插的是旗子是什么？对，这个的话就是说，在于应该是今年度跟去年底开始的话，我们就是为了要提醒农民，因为我们主动巡查，有时候会没有发现到这个行为人，但是我们又希望说不要有这个露天燃烧继续产生这个情形，所以说我们会在它这个燃烧过的痕迹插一支梯形的
梯形的旗子，会说如果你今天再继续燃烧，被我们抓到的话，会有怎样的一个罚则来提醒大家来做一个配合。所以说，其实大家也有减少这个燃烧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年来讲，都还发动蛮多的人力到外面去查哈，然后就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警示。那显然你们过去的方法，到今年还引进了空拍机来查。在嘉义县的话，它有提到的一个环保署所建制的一个那个燃火点的一个卫星系统。从那个系统会有相关的一个资讯。我们也引进了这个空拍机，主动的话去做更大范围的一个透过空拍机来飞行来做一个巡查。所以讲起来哈，可能从今往后，这种烧稻草的习惯跟模式，可能真的很值得农民要好好的来正视这个问题。因为烧稻草会触法，可能过去的老农夫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要从此特别注意。那是因为在整个中南部这几年来，我们感觉到空气污染好像越来越严重。所以，因为烧稻草在露天焚烧还是有它的污染贡献度嘛，所以农委会有讲说，烧稻草2次就不收公粮。环保署说，还允许地方县市的环保局，如果找不到谁烧的，就要罚地主。有这件事情吗？如果找不到是谁烧的，就是说所谓你讲的找不到点火的行为人，就会把地主找出来罚地主，以遏制这种烧稻草的状况吗？会的，我们会依照地级，然后请行为人到环保局来做说明。那如果说他不是一个行为人，那他如果说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是不会处分地主的哈。那我们是以行为人为主，我们希望就是说用宣导辅导的方式来加强。谢谢你，秘书。那农粮署改我们的副分署长，我就要先请教，很多中南部的农民，他们种这个稻就是要缴公粮，有烧2次以上，如果被查到就不收公粮这一条吗？烧稻草这个部分哈，其实在农粮署这部分，希望说可以也来劝导我们的农民不要来烧稻草。所以呢，我们从就是今年107年开始哈，有对宣导说，农民如果说你被地方政府啊，像我们的环保地方云林县的环保局，那确实是处分有案开罚，就是烧稻草开罚有案的话，第一次我们一定是亲自登门拜访，然后劝你不要烧，不要再烧了，不要再烧了，对。那如果说我们的农民还是执意要烧，累积2次被地方政府查到同一块田还在烧稻草的话，我们会农委会这边会暂停农民他第2次被查到的那一次的隔年的同一个期作，我们暂停他1次，不只是缴公粮哦，你如果说不种稻转作休，跟我们一样都暂停1次的资格。对，那各位农民乡亲就谈到了哈，其实全国的乡亲朋友可能也会注意这个事情。那么话谈回来，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是这么接近疾言厉色，希望这种在露天燃烧稻草这件事情可以消失，不要再产生了？可能有一些原因我们要理解。到底我们台湾或者是我们中南部地区，我们种多少的稻子，产生了多少的稻草的那个量，以至于量大到如果用烧的话会产生环境的议题。我们讲这种秆谷比啦哈，稻谷跟稻草的生产比是1:1.1哦，就是一株的这个植株稻草，除了谷粒之外，还会产生稻草、稻叶跟稻梗，所以这些谷子我们拿走了以后，如果说这些稻草我们没有去化的使用的管道，它就变成废弃物咯。那废弃物就要来处理，所以光是第1期作就有106万公吨的稻产量，那乘1:1就是算有100多万公吨的这个稻草。100多万公吨的稻草是集中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在台湾我们今天录影的现场哈。彰化、云林、嘉义，我们的云林县就占了22.8万吨，所以全台湾这么多的稻草，尤其我们云林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稻草非常多，已经3个县市加起来已经超过全台的1/2。所以说，如果这个稻草没有好好的来处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它就会造成一个环境上的压力。不过，我们可不可以把现场交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来听一听，也请你们亲自来跟我们说。稻草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那处理稻草不能用烧的，你们的感觉，你们实际上碰到的问题跟困难是什么？我们先请农民朋友来现身说法。你好，大家好。即使那个割稻割完以后，稻草还是给它把它捡起来，
到那个土给它翻下里面去。所以你的稻草就是直接打到田里面去，你没有烧？没有。是，那我来问一下啦哈，你是种1期做还是1、2期都有做？1、2期都有。是，那通常农民会烧稻草是比较在哪一个时间点？到那5月、6月，还是那个10月他们要种菜的时候。那其实那个稻梗那个有一些那种菌类，他们种菜要种的话，那个根部在翻土里面，他们会发酵。那种菜的话就不利了。所以，我们农民大哥跟我们讲哈，1年来讲的话，我们农民种稻有1期作跟2期作，1期作大概是这个会横跨春天呐，2期作就会横跨秋天。所以，这位农民大哥，你2期都有种，然后他现在的稻草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直接打到田里。那我请教啦，像农历的6月，这个水稻收割要种第2期的时候，这中间要隔几天你们来整地的时间？不一定，那个大概抓一下时间。我们到那个都是。要播种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前20天，我们就那个翻土。所以大概是2个礼拜左右。那请问稻草2个礼拜它会烂吗？还是不会。不会的话那怎么办？那还是那个到时候那个播种的时候，那稻草就会补水来。我们那个播种的时候就很困难。很困难哈，是怎么样困难？那如果要播种的话，那个秧苗，如果播不下去。因为稻草那还没有烂，那个会影响那个根茎类。是我们有听懂了，谢谢农民大哥。稻草生产出来，如果我没有办法立刻把它从他的田里面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看不到之外，他如果留在田地的原现场，对他下一期的种作，不管是要种稻还是种菜，都挺麻烦的。可是稻草腐化也要时间，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再来听其他农民朋友或者是乡亲代表也来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禁止烧，可是怎么办这个问题啊？就是除了现在有先进的也收成令他用嘛，这卷成一个卷轴后其他的部分就是切小段然后跟土混合，然后淹水使它腐烂。可是腐烂就是没有办法，就还是要播种播种大概就是在它浮起来这样给它掰掉安尼啦，就尽量就是还是要把它从田中把它弄掉才能播种。是，我们听到重点，谢谢你。所以这个稻草不把它处理掉很难播种，所以也就是说，农民现在为了要处理稻草，有时候烧稻草是不得不。这个背景，我们再请另外一个资深的农民，他耕作时间很长了，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有什么样具体农民的心声。我们请我们的吴班长。这款合作爱有经验啦。你算讲草若剪落要晒田的进前，你得要播进前用10外工，你爱淹水落差不多有3工的水安尼迄个稻草食好饱伊就较会烂。咱甲要晒进前搁3工迄个再搁淹水落芳安尼伊迄草食水食饱饱伊就扑袂起来，就晒较会落安尼。是，好，这样我们听懂了。先谢谢班长，后续还有问题要继续请教你哈。谢谢。好，我现在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农业处的副处长，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些稻草量，怎么样来协助农民去解决它，然后才不会说我只是在尾端要求你不要烧，从源头来帮他们解决问题。我们1年的一个栽植面积大概4万5千公顷，那4万5千公顷里面尤其是1期做要进入2期做这个时间较短，所以农民就要看他自己时间上的拿捏啦就像刚刚班长讲的，已经有找出这个较好的办法、较好的技术刚刚有讲，就是除了技术精进以外，那台中改良厂，它也有去研发，就是腐化菌的部分，可以加速这个我们稻草，就是剪碎之后，在收割的时候，同时剪碎、切碎，然后耕犁进去土里面，这个部分那再施予这个腐化菌，可以把时间腐化这个稻草机这个会用较紧烂的希望农民多来
采用这个氟化菌协助这个要进入2期做插秧期这个部分可以大幅度的来改善。是，谢谢我们副处长。那大家农民们对这个分解菌认识有多少？分解菌用到稻田里面的稻草氟化好不好用？好用唔好用啊？那讲系家庭嘅关键。你可能下不该了解补透，整个转到现从糖台家意见。闻看看有没有菌，有菌的话是香的，没有那个没有香的，就是没有菌了。前世假日在禾干前台中农改场副厂长高德珍用 PS 批得出来，嚟到禾干係咪基建本天然環境低度嘅細菌感染？10年前本來係有研發液態配料，就意外發現木麥菌、苦草桿菌、土毛邊菌3種菌是加夾本禾干面皮。它的功能就是讓植物的所謂纖維啦、木質素等，還有澱粉啦等等啦，讓它把它切斷。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酵素、糖化酵素等等纖維的分解酵素，把它分解完以後，也就是把它切斷了，讓它從長鏈變成短鏈，短鏈在最後變成，再到最終呢變成二氧化碳跟水，這樣子，所以就是我們所謂的軟化。同禾干粗平平變到田丘底度，熱禾干分解菌皮，個冰水浸過嚟到禾干，清潔清熱，做下溫軟皮。那用我们稻草分聚，它的稻杆会软化非常多，那表示它是提早發酵了。那提早發酵之後，對後座就沒有任何的負面的影響。高德珍講，往擺頭冬禾同梅冬禾睇咗咁介半年，農民同禾干變到田丘和天然的環境當中，禾干無自然變軟，但是因住天時嘅影響，連晚台灣的頭冬禾同梅冬禾感冒到越嚟熱，為到避免禾干每年內度纖維磨爛軟，影響到過後嘅大田。國家勞動收購了後將有培訓，所以農民3萬減少。但是其實經過分解了後，所得到的培訓更加高。11000公斤的這個稻草裡面呢，我們可以找到呢，我們的氮素呢大概70公斤，還有氧化的這個磷呢大概有47公斤，以及鉀肥呢50幾公斤。最主要呢還有很多的這個矽，二氧化矽。那這二氧化矽呢也會存留在這個土壤，我們的水稻這個稻梗再吸回去以後，可以讓我們的細胞壁增厚。當你細胞壁增厚以後呢，有一隻種稻子最怕的一隻二化黽呢，它要鑽進去呢，就鑽不進去。這農糧署統計，去年台灣施肥面積大約25萬4000公頃，產生大約258萬公噸的禾稈。往擺田中無自家做堆肥，連晚引致熱力老化，亦係空間限制，較無相愛做，所以處理乾燥變做動態嘅問題。為咗避免農民燒禾稈，農糧署亦包氟化菌皮補助200口，希望是改變農民嘅想法。好，听完专家的说法，我们知道这个氟化菌或者说分解菌，就是协助这个不要用的稻草能够快一点的就地腐化，好让农民把它打进田里，当做来年要插秧的这个绿肥，就是更加快它腐化的速度。所以现在政府的政策是有这个预算经费来补助的哈。稻草分解菌现在大概都是20公斤一袋装了哈，大概市价大概200块或150不等，然后1公顷大概用到10包，然后呢政府会补助1公顷1000块，那主要就是可以有软化稻草的功能，补充地力，而且这个政策是有施行的目标，就是说帮助农民加快这个分解稻草，打到田里以后就不用烧了，对吗？所以这个不用烧就是这个政策的目标，尤其是针对我们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国道1号跟3号这沿线，台南以北、新竹以南的这一块主要的稻产区，不要再烧稻而产生后续下来的问题。那我们要好奇，这个农民买不买单呢？农民对于这个稻草分解菌真的有实际帮助到他们的这个问题吗？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录影的现场，2轮农会分解菌的领取状况。我们看今年度今年的2期作有26位农民来登记领取这种分解菌，使用在他们稻田，大概有24.1公顷。可是光我们2轮乡就有将近4000公顷的水稻田，所以4000公顷跟24公顷来看的话，实在是
比例偏少。那我们再看到去年度是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从去年跟今年来看的话，今年就减少了1半的人来申请，这只是在我们2轮乡哦。那是怎样？是分解菌不够好用吗？我们来问问现场有没有领过分解菌使用的人，好不好？那位穿黄色上衣的农民，你好，大家好，你很来为他讲音哦。屏东啊、那农民大姐，我请教一下，你自己种多几发改田呢？10甲。哦，10公顷的田哦，蛮厉害的哈。请问你去年有去领这个分解菌吗？有啊，农会补助哦，1分地补助1包。可是哦，补助在一起做的时候就比较好了。哦吼，怎么说嘞？因为一起做要插秧的时候时间比较短啊，很短，所以要多一点的分解菌来帮忙。所以，可是那时候你领得到吗？领不到，因为那时候没有补助，它只有补助在2期。哦，2期反而是稻量没那么多的时候。不是，2期时间比较长，我们插秧可以休息很久。哦，所以它有点补错重点时间了。哦，所以你要补助的话，其实1期，然后大家最需要的时候那段时间要补助。这个问题我们来请问，来，我这边问一下，今年或去年有领分解菌的农民朋友举手。好，我们请后面那位另外那个大姐。大姐，我们很好奇，请问一下，你用那个分解菌感觉怎么样？歹用，歹用哦。爱用手压，工伤济，啊你热。天气热怎么样？天气热很辛苦啊。哦，这样。对啊。啊，又很麻烦呐。就是要用机器才可以啦。是。他做的怎么样？做的好像肥料，小颗小颗这样。才方便。你这样用那个分解菌，有分解的比较快吗？没有什么感觉呢。好像普通我也是这样做，我年轻做到老了，我都是这样做，好像我们班长这样讲一样做啊。以前也没有一包一包的分解菌，也是一样要这样等时间。现在有分解菌，也还是要等这样。对呀。而且还很麻烦，很热，要去撒那个肥料。很麻烦啊。哦，所以你今年有领吗？我去年领的。去年领的，今年就不想领了。就不想用了。谢谢你，请坐。这就是刚刚那个1/2哈。那这位农民大哥也领过分解菌，我们请他来讲，然后也让全台湾的乡亲知道说，这个分解菌大家在第一现场使用的状况是怎么样。刚才都迄个乡讲无效啊，要用压用混的，做歹压。那效果上也没有比较快。没有啊，没有。好，那我请教你，稻草你怎么处理？我都剪断啊。也是一样，剪断埋到土里面去。对对对。好，谢谢你，请坐。这个问题很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我们农改场任姐请教啦。分解菌显然是我们现在农方，为了要配合这个环保单位，就是要降低烧这个稻草造成的空污。那分解菌是帮助农民让稻草去化更快，可是农民实际经验告诉我们，第一，它时间还是要很久；第二，在施作上也还是有它的麻烦程度，所以农民爱用度很低啦。跟我们讲说，这个分解菌怎么样来可以帮助解决农民，它有没有什么施用上的一些撇步技巧？这个分解菌要加速它的分解的话，我们在让它的过程当中，是希望稻草它要先能够剪碎，甚至越碎越好，因为这样才可以增加它的接触的表面积就像一块木头，如果把它面成很多木屑，就会很快就分解掉。但是如果稻草我们把它剪碎之后，再晒个1-2天，1-2天之后就是让它的细胞壁打破，然后再加入分解菌，甚至我们还要加入那个氮素。氮素就是因为它稻草本身是碳很重，所以碳氮比大概将近50到60以上。如果我们把它加入一些氮素，比如说硫酸铵啊，或者是米糠这些加进去之后，跟分解菌还有稻草这样子混在一起，然后到土壤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加水了。水加进去之后，因为有水，微生物才会去作用。这几个技巧都要稍微特别去注意它，然后最后就是等待时间。这样子相信分解菌它虽然是一个辅助，能够加速的效果，它效果就会慢慢出来。所以以上就是有这几点，就是第一个要搅碎，
第二个就是要那个氮素要加进去，提高它的那个碳氮比降到30左右。然后第三个就是分解菌加进去辅助。然后第四个就是水分水分原则上就是1-2天让它干一点，然后就是湿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让它土壤有泥泞的感觉，不要说太干，然后水分它才能够带动它微生物的活性。然后最后就是等待时间大概2个礼拜至3个礼拜来做分解，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这些稻草的分解。是专家建议一讲，原来我们分解菌还要很多的程序啦。不过这个程序，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分解菌原来农民还要再去上课也好，或者是还要再多认识它才知道会使用。有没有具体的研究说，我们用的这个分解菌的确可以比一般农民自己让它自然的情况之下去孵化的速度可以快几天，节省农民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分解菌它会把它就是提炼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有这个分解的效果而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台中改良场的那个研究人员，他们抓出这一支菌，能够帮助我们去做稻草的孵化。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如果没有加入任何分解菌，它一段时间自然什么东西都会孵化。其实大自然就有很多微生物了，然后加速这个分解菌进来之后，是它有一个辅助，然后加速它的作用，等于是让这些菌来累积这些，就是增加有机质，让它去分解其实一定会有它的效果存在。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副分署长。如果说我们的农民在这1-2年还不是很适应、不很习惯那个分解菌，究竟我们还有什么一些管道，或者是比较积极，也有正在做的具体办法，可以来帮助农民面对稻草这个问题呢？那今年的话我们有在协助我们彰云地区的一些农民那因为在浊水溪这个部分，它到冬季的时候扬尘也是非常的严重。那稻草的话，做稻草席是一个很好的抑制灰尘飞起来一个方式。所以今年我们有跟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来收集我们农民田间的稻草那交给那个水利署这边他来去做一个在浊水溪的河面上去铺一个草席。那在云林这个地方，我们今年的话目标是呢，希望能够收到1000多公顷的稻草。不过因为其实很多农民他的稻草也是有在提供给像种蔬菜，他要铺面，所以最后目前是只有收到500多公顷的稻草。所以副处长，如果说稻草它可以进入到买卖的阶段，那它应该就会是个资源，而不是农民的废弃物。所以我们鼓励他们不要烧，或者用分解菌来让它自己可以再利用。除了这个之外，第3个方式，那种收购会把它做在公共的环境上使用，这个部分听起来应该也会对农民来讲相对友善，也会是他们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县政府这边是要怎么样子来推广？我想稻草的利用很多元不过农民会去卖稻草，其实也不多了。为什么？刚刚那个我们副分署长讲说，他要收1000多，可是也只收到500多。是，那因为时间点的问题了很多农民其实以现在云林县的状况，很多都已经把它切碎，然后混到土里面去当肥料了。现在云林县大部分的农民都是这样做，只是说还有少部分的农民，他认为说我烧一烧，可能把一些害虫什么把它烧掉。这是观念上的改变问题。总结一下刚刚来宾们的意见，其实这个稻草不是个废物，它是个宝。只要我们农民能够善加利用的话，那现在呢，除了说可以把它像刚刚讲公共收购之外，如果农民还继续使用利用的话，分解菌仍然可以再给他一点时间观察试验看看只是像我们研究员讲的，要多一些这个手段或者这个步骤进去，那我们就多保持这种沟通的环境。不过呢，那个五郡人白为走汉卡豆改贵吧，因为1年将近有200万公吨这么大量的这个稻草，那稻草是一个又大又软又空，然后你要收集跟运输都相对要付出成本的这样一个大量体的东西，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转换，不要让它成为是农业废弃物，而是有用的资产？那我们的政府方、我们的民间又有什么样的期望或可以相对应搭配的事？你哋看下袂改两段新闻报道。
土木管苏平平并到田丘地土，各种机器捆一批，捆做热点。土基经过口服田丘地土可以来贴片大年。为了避免农民消防管造成空气污染，就人间议论乡农会农事小组长蔡坤芬5年前用这份提300 kg 的时开始去买火管。因为这几年我在做稻草的时候，我们欧伦乡很少人在烧那个稻草。这个稻草刚好朋友说他要进那个蘑菇要用的，叫我帮他收一下。对江开始50公顷到连满议论，差不多600公顷的农地做下前讲系5年嘅蔡坤芬收购，为了避免树木超萎缩，行我土田选生产风气做记好，对农民来讲，要减轻处理无关的压力。免烦恼的草，我要人也免放弃对啊，我可以打包起来，可以有加工用，表现几代冬天嘅火管，因此开始外面充电，日头做好嘅火管切割了后，爱送去富区育菇场嘅再利用。种错菇群，也系用菇群了后，今年只系种菇嘅前后材料。稻杆是我们蘑菇栽培的必要介质所以就会想说，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经营，然后消化这些我们农业废弃物也不会造成空污跟农民的困扰。古农讲，他培养过用菇，也系错菇了后，日到火管桶内洗做堆皮，转去田丘地土循环利用，增加处理管土。好，其实系安尼，眼才经讲啦，个火管系保安尼就好好利用，唔好捞基准做系废弃物扫退吼。以现在来讲，也可以做这个农业上的利用哦，因为稻草跟稻谷本来就同一个植株，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对大地是属于来自于大地，也会回归于大地的东西，可以当做介质，比如说种一些洋菇、蘑菇，然后呢，也可以当我们这里。种西瓜也可以拿来防风防寒，这蛮多的做法，甚至也可以当做一个工艺，做成草席、草帽。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茅草屋相关的这种茅草制品。我们来看一下，有规划要收购农民的稻草，而且来我们的嘉义、云林这边来收集这个织绳机，做成草绳或者是稻草的加工品。把稻草转化另外进阶，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加工后的稻草变成我们的一种材料，可以换钱的某种程度说，而且它是一种比较原始也比较绿色的这种材料，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呐哈。所以呢，重点就是这个销路市场的创造。所以这个在农粮署是不是也可以想想，除了在源头上说尽量不要烧稻草之外，在这个稻草的通路上可不可以多发挥一些想象力？那花莲农改场的研究员他也说，其实在日本也是这个水稻大国哈，日本的农民是把稻草结合了休闲艺术，所以我们让本来农民头很大不知道怎么去化的这个稻草。摇身一变就可以做不同的利用。今天我们来到二仑乡，刚刚我们的李村长跟我们讲说，我们二仑这个种稻是大宗，还有种蔬菜，然后呢，我们又是一个相当有文化的这个兆安的这个客家乡镇。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钟乡长，稻草其实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利用，是不是从乡镇的规划上，稻草也能够好好帮助农民来做一些设计？在3、4年前，咱二仑有举办一个婚姻馆的农博的时阵，农业博览会。对，我们那个农夫的脚，我看到有一寡装饰艺术，拢用稻草做的，包括咱的那个迷宫也是稻草做的哈。所以讲这是会使，人工有机会，咱来利用这稻草来做一个咱的稻草节，来做一个来，甲咱这稻草做一个消化。但是我所知影目前的稻草的去处啦，就是讲拄则咱环保咱的农粮署讲，咱就是今年我知影咱第4号全局甲咱环保署有收真济咱这稻草，就是要覆盖伫左水溪，免造成咱的养存的问题，所以这点就是讲对咱的稻草的去处今日拄则有足侪农民的。提供真侪意见当然我希望这长官转去，其改良场因讲的那个气化就是讲一份对因来施作比较不方便，是咪会当来改粒因用肥料机来喷，
较简便的呢吼，所以这点等去看安怎，我就搞这个粉来改粒啊，来互因改变的咧。当然非常感谢咱客家电视台，佮咱这个电官共同来探讨共同来解决咱这目前咱农民所烦恼的这稻草的问题。那任姐，我想请教，稻草也是植物的一部分。剩余下来的稻草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农民，它也可以做其他不同的农业利用，包括刚刚我们乡长讲，其实这里是西瓜重镇，它这里西瓜种的又大又甜，是特产。西瓜也好，洋菇也好，甚至是我们苗栗的草莓，这些相关的农作物有没有用得上稻草的地方？我们可以作为那个菇包的那个太空包里面的一些介质，这也是一个利用的管道方式。然后另外一个也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把它烧制成生物炭。生物炭算是现在已经慢慢开始走向一个趋势，就是把它整个碳固定下来，然后再回归土壤，去改良土壤。那我们农民直接把它烧，就可以变成生物炭吗？生物炭的烧法跟农民一起烧是不一样的。农民一起直接烧的话，那个不叫生物炭，那叫做草木灰。我们生物炭的是需要有一个设备。在高温高压下才能够烧出我们所谓的生物炭。我们还是以永续农业，然后爱护我们这个土壤环境的那个角度来判断。我们是希望所有地上物生产出来的，取到我们就是稻谷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外，其他能够回归到田里，让我们的田里能够恢复地力。因为土壤这个环境是需要永续一直经营下去的。如果能够一直回复下去，这样才能够一直循环，一个 cycle 一直重复使用。是这个循环经济重复使用，我要请教刚刚我们在影片看到那个黑人大叔哈，我们也请他来现身说法。这位是蔡大哥，蔡大哥其实也是农会小组的成员哈。蔡大哥你好，蔡大哥跟我们讲一下说，这个收购稻草的产业这个事业，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应该是5年前。5年前，所以这5年来其实都有在收购稻草业。那你这几年来成长的曲线怎么样啊？成长的曲线是很快，可是真的很累。收稻草是累的。怎么说嘞？因为农民会赶，他们要种菜，他们没有在烧。可是叫我们说尽量说速度越快越好。可是就是累我们，大家的我们员工就是很累。总共有几台这样的卷草器？卷草机有4台。4台，那你要卷多少面积的水稻田？差不多，我们2轮乡这里差不多有500公顷。哇，500公顷，你这样1公顷1公顷去剪，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呢？差不多，开始到晚的时候，差不多要45天。45天，1个半月多。那农民在15天之内就要整地，所以他们每家每户都来赶你。所以你觉得这个收购稻草产业其实是有市场、有前景可图的。可是你希望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帮助，或者是说怎么样让它推广，那真正让这个产业可以上轨道，然后农民他们的需求也可以被满足。农民的需求就是说，尽量说，请那各官员可以说尽量说补助一下这样的。好，我们听到2个重点，先请坐。所以收购稻草的这个产业，第一个也要人力哈，第2个器械也要足。秘书，其实刚刚听了一轮我们农民的说法下来，如果稻草可以利用，他们也不会想烧，因为其实自己也可以利用。可是除了自己利用之外，或被收购之外，有条件的开放，让农民可以去处理那些真的用到不能用的稻草。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个数据哈，那依我们这样子的统计，大概1年燃烧稻草大概会产生 PM2.5，大概有29公吨。那这个也会对我们的一个环境、空气品质会有影响，那也影响我们的人体健康，那很重要，它也会有就是影响交通安全、能见度的问题。那真的，如果说这些方法都不适用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在消防局，它也定了一个叫做田野引火燃烧稻草的一个管理办法。那这个部分它是有设条件的，就是说你是因为是要做整地，或是要开垦，或者是要驱除这个病虫的部分，那来跟我们的消防局申请，那经过核可那它是可以烧的。
但是它会有一些受限的地方，就是在主要的交通要道的300公尺范围内，或者是在我们的机关、学校或者是医院，或者是养护中心附近300公尺它是不能够烧的。那在当天要焚烧的时候，要跟我们环保局来做通报一下。那我们会去研判当天的一个空气品质状况。那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会同意它来烧。是，所以我们听到各位农民朋友，这真的要万不得已要烧稻草的时候，条件很多，门槛也很高，但是主要呢是要透过管理的手段，因为呢真的也不想对这种很辛苦在一年种作的农民在这个开罚单哈，所以如果真的万不得已要烧，也要知道自己要付出的那个成本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多往向多元化地用的这个方向来走。好，在请问最后来宾之前，还有在开放现场有没有朋友乡亲要发言的？我们请这位举手的先生。咱的稻草呢，是不是用刻的吼来做天花板？那个防火又就精密，这大陆已经在做了。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要转来二轮那做，结果找无个所在，伊要收稻草，伊讲稻草才济要做这个一个方向。再来，我们这个农粮署那个专员他有说，稻草起来，佮种咧涂骹落，佮互伊 pH 值会较少，在7.5以下呢，对咱的农作物会比较有较好，就是安尼吼。我是讲咱农粮署就好好去研发，动动脑筋，这个稻草怎么利用？这个吼，会当来补助农民吼，因为一架地吼才几百块尔，全面来改善。这样的话，我们双管齐下。刚才乡长也说了，咱这个会当用来用，袂当用来药，佮 pH 值用增加咱的产量，这是上好的办法。其实咱最后的结果是找到这个重点。感谢各位，谢谢。就零废弃、零燃烧，谢谢这位大哥。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副分署长，我们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稻草要顺利完美的去化，资源整合平台显然要更受到重视跟整理起来。刚刚我们农民在上半场就有提到说，其实稻草真的不需要用的时候，等到政府单位来收，那个时间是错开的，所以他也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缴给你们。如果说政府真的要把稻草多元利用，时间上的调查，农民的采收的整个时间序，然后还有这个资源整合平台，到底哪一方要稻草，谁不要稻草，可以去做媒合，去做数量上的统计跟配合。这个部分除了我们在不得已严拟的这个法条说就是禁止燃烧，烧了要开罚之外，我们政府应该多一点量能在研究资源整合这一块。确实，我们的农民一般都是习惯上就是水稻要收割的时候，就直接顺便把我们的稻草打碎到田里面去。一旦打下去的话，就很难再去做一个回收哦。所以农粮署这边除了就是这几年其实都有在补助我们的稻草捆扎机之外，我们也努力的在媒合我们的各种不同产业，不管是做我们的草绳、草棚，或者是工艺端这个部分。好，那如果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每年因为我们的农民都要缴公粮，到农会去这边做一个申报的动作，所以大概3月的时候，大概种稻面积都确定，我们也会尽量鼓励我们的一些这是一个平台啦，那鼓励在地的一些产业，不管是他做工艺还是做什么草砖的利用，那我透过农会的一个媒合的话，会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提早来跟农民预定大概的收获期间，然后可以收的期间，这样农民收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的那个稻草回收业者来做一个接洽，不会直接把它切碎下去。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我们会再加强，再跟我们的一些有在使用稻草的业者这边来做一个宣导。那我们希望说这些业者，其实国内的稻草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那尽量如果说在我们的收集稻草的量能够的话，我们也来辅导我们国内这些有进口稻草来使用的业者，尽量多来利用我们国内的稻草。是，所以国内的产业稻草产业变成一个产业了哦。如果够健全、体质够健壮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种稻产生出来稻草就有去处，所以
稻草的加工变成很重要的议题。那副处长，其实稻草加工，刚刚我们的农民大哥也提出很好建议。原来稻草啊，它看起来软趴趴的，它是一个很好的绿建材，而且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它都有装置艺术品。我们刚刚乡长讲的，这个稻草村就可以做成一个艺术文化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这个加工也好，还有置入到文化产业活动，是不是农业处这方面也会好好的来规划？燃烧的部分，既然有法令规定，就是说希望农民不要随意去焚烧，影响到安全，影响到空气品质等等，或者是人类的健康。这些问题，我想法令已经有法令的规定，但是在农方的部分，我们希望以宣导跟辅导的立场，来给咱的农民宣导讲啊，这即马都尽量卖烧吼，因为空气不好。而且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利用稻草，还可以买卖赚钱，变成是另外一个产业了。是，我想如果所以先不要烧哈。对，你如果若讲啊，人有其他较好的利用，厂商愿意摕较济的钱来买，毋是像即马讲啊1分地300块尔。有的农民呢，我都无欠迄300，阮规去。随着市场需求水涨船高的时候，所以大家开始转化，要珍惜自己产生出来的稻草了。对，那时候如果说，这个不管是用到那个工业方面的用途也好，或者是制成生物炭的部分也好，如果这个需求面已经大于今嘛目前的这供给量的话，我想这个后市的一个稻草焚烧也好，或者是把它切碎到田里面去的量，可能都会减少了。是，俩保管人包用到哪维系，无论系到供应方面，也系农业方面，大家想法动多。当然也希望应该农业政府单位呢，做得好好的研究，了解保管真紧，唔好打伤体，因为机械，你农业该保卫好好的利用。以上的村民大会今尾阿不然呢，系来到了解议论向嘅开讲，感谢大家收看，也请大家继续收听，下个礼拜嘅村民大会，感谢大家，再会了。